台湾话艺术水阁好，搁请解说两句啊，含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理。好朋友来讲，迄天我去找阮知己的北部广播电台名主持人阿国啊，看看伊手机啊举咧前，由头到面，我暗棍路过看，就迄天吼，你咧讲吼，查某囡仔伫咧网络叫你投资钱，拢甲你拐去迄个啊，相片都迄个，就是安尼，钱讨袂转来啊。我讲国兄啊。国情啊，法律我哪有读？是讲未毕业啊，无在调考律师尔。无你嘛，互我甲你出意见，诈骗集团遮济，咱来用法律解决。你煞甲我赌啦，赌讲你家己保较袂臭臭。即句家己保较袂臭臭，社会加减拢有在听的吼。这无算是俗语，毋过人讲斗句的。家己保的保甲臭臭的臭斗句，咱知啦。咱家己咧保，家己袂感觉歹势，就袂臭臭啊。现代社会少年家流行一句话讲：你若家己无感觉歹势，就换别人爱歹势啊！哦，面底皮甲叫我搞搞。我听到伊咧讲我家己保较袂臭臭，我原来搁甲应讲，人我原来无亲像你咧讲的遐尼老气，我嘛袂歹啊。结果咱讲就是句袂歹，讲兄第二句。继续搁甲咱插，伊讲袂歹嘛一礼拜，好，若讲一句话吼，朋友中间互相伫咧吐来吐去的时阵，袂输敢若伫咧扁话骨，伫咧找人冤家啊！煞毋知影讲到袂歹，这算咧讲肯定恶老的话，袂歹，咱行到倒位拢嘛听人讲，结果毋知去想，读到遮好，想即句话讲袂歹，这2字内底嘛一礼拜呢，敢若2字就顶一礼拜啊呢，是咧通偌好。所以吼，这条工咧找人相正的话啦。伊讲我袂歹嘛一礼拜，我就甲讲啊，双手插过讲国兄啊，你即摆就真正钱讨袂转啊，你敢袂当原来听我淡薄仔专业法律的意见？我安尼来甲你建言一个，敢有甲对？毋是啦，我就惊讲吼，找你医愈大机，即句安那斗句的，医甲机斗句。社会人咧流传，就是讲吼，若万不离骹骨手骨断去，你无找先生去找到迄个车骹线啊。愈医骹骨手骨整了愈大机，安尼就废去安尼。所以讲兄安尼，一句甲我嫌，2句甲我反对，3句无甲我信服，我就甲问啊，讲吼无我到底吼是倒位遮尔闹气，做朋友做甲，互你遮尔无才调甲我学了。无啦，我咧甲你讲笑的啦，对，朋友，国情嘛咧讲笑的。偏执站故事就是咧招你研究讲民间有流传即个斗句技巧艺术的台湾话啦。